嗨，大家好，我是探皮叔，今天是2025年7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恒大汽车上个月底他发了一个公告，说集团继续面临流动性问题。这个他不发公告，大家也知道，连人家就是正经的、正常生产的这些主机厂商，现在都面临流动性问题。这些新能源汽车厂商都面临着。有可能要暴雷，也是面临着3条红线。你说一个没有生产的一个企业，那不面临这个流动性问题，那才叫怪，那才叫新闻。不过我们看看恒大汽车他怎么说的，他到底干了些什么？这么说，他说这个集团继续面临流动性问题，无法确定2024年业绩刊发日期。尽管本集团一直寻求投资，并尝试出售部分资产，旨在补充集团的资金水平，但与潜在战略投资者及买家讨论尚未实现。除本公司间接全资附属公司恒大恒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已获法院委任管理人外，本公司的个别其他附属公司亦接获破产清算审查以及拍卖资产以清偿判决债务的通知。也就是它下面所有的子公司都要进入破产程序。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继续以有限的资金维持生产厂房基本营运活动，而该等营运活动已透过进一步削减员工人数及非必要的营运开支得以维持。到什么程度呢？惨到说本公司并无足够资金以涵盖其核数师及其他相关专业顾问为截止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地盘及其他审核工作所提供服务的费用，因此公司无法合理确定2024年业绩的刊发日期。这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么复杂，实际上就是说恒大汽车已经穷到没有钱请审计机构。你就说他穷不穷吧，连审计机构他都没钱请，你还指望他发业绩报告是吗？所以你问他业绩报告什么时候出，他说他也不清楚。最后恒大汽车说，公司将继续寻求投资以舒缓本集团流动性问题，并促进本集团的适当重组，将于合理地确定2024年业绩预期刊发日期后，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公布该日期。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借钱，看看能不能借一笔钱来支付这个审计费用。6、7年前或者5、6年前，许老板豪情万丈，就是买，似乎许老板有花不完的钱，见到好的就买。几年以后连审计费都付不起，叫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这是恒大汽车，不得不说恒大汽车把有一些地方政府给害惨了，恐怕有些地方政府也要为这个要担责。我们再看看万达。天眼查法律信息显示，近日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股权冻结信息，股权所在企业为大连万达集团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冻结股权数额700万人民币，冻结期限自2025年6月30日至2028年6月29日，执行法院为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个王老板的烦恼根本就没有减轻，这又多了个700万的，也就是对王老板来说，不光是一个小目标很难实现，连700万都是个问题。7月1日，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2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8.3亿余元，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2起案件被执行人还包括湖州富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太仓新城碧桂园置业有限公司等。这个碧桂园也是越陷越深。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7月1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5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7.7亿余元，涉及票据追索权纠纷等案件。部分案件被执行人还包括广州君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风险信息显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32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447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老赖以及中本案件信息。也就是说，你看万达、碧桂园、融创，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日子好过起来，反而是越来越难。
似乎是在等待着最后的宣判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楼市情况，根据中指研究院的这个说法，今年1到6月，二手住房累计成交1311万平方米，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同比增加17%。今年1到6月，说一手住房市场总体平稳。今年1到6月，一手住房累计成交326万平方米，同比基本持平。从具体项目看，新开盘项目认购保持热度，延续去年4季度认购水平。外环内76个项目中，有50个认购比超过1，占比超65%。在售项目销售平稳，上半年在售项目日均成交1万平米，比去年同期日均增加38%，略高于去年沪7条出台后10月份的续盘成交水平。从价格指数看，今年以来一手住房价格指数环比保持上涨态势，1到5月环比累计上涨2.7%，也就是说，只有上海这个楼市能交出这样一个成绩单。新房它没有跌，一手房、二手房加一起是创了3年以来的新高。因为新房它没有怎么涨，它也没跌，但是二手房比较活跃，所以说一手房、二手房加一起，上海居然还是创新高。你看，今年1到6月，二手住房累计成交985万平米，11.6万套啊，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同比增加24%。从月度走势看，今年1到2月，商品住房市场淡季不淡，金三银四的小阳春市场成色较足，3月成交2.67万套，为2021年3月以来单月最高。从价格指数看，自去年沪7条实施以来，二手住房价格指数环比累计上涨1.3%，上海的二手房还是涨的。我们看深圳，2025年上半年，深圳一共卖了29231套二手房，月均成交4872套，对比2024年、2023年同期，月均3565套，2706套，成交量又迈上一个新台阶，也给人感觉这二手房还挺火爆，这连续创近几年的新高。但是大家有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楼市不行，这是为什么？实际上北京也一样。财联社7月1日电，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2025年1到6月，北京市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8575套，逼近9万套，创3年以来同期新高。二手房全口径网签量突破9万套。这个北京、上海、深圳，你也别管那房地产到底怎么样，总之人家二手房非常火爆，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创近3年新高，甚至有的是历史新高啊！这一边是全国楼市严重低迷，对吧？新房卖不动，一边是二手房创新高，明显不合理，这是你没法解释。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哪个为主咱不知道。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二手房成交它不是真实成交，有的就是为了倒贷款，有的是为了融资，有的是为了纯粹是老子给儿子过户等等。所以说它二手房成交它不跟新房一样，新房你是拿着真金白银去开发商那儿把房子买过来，把贷款背上，所以说二手房成交非常复杂，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它不代表真实的这种住房的需求。第二个是什么原因？二手房它可以谈价格，有以价换量的因素，这个也让二手房相对一手房来说比较活跃一点。第三个，确实有人要把房子卖掉，他愿意价格便宜，他是要兑现的，兑现之后他要润出去，他要套现，他要走人。那第四个，这种二手房里面恐怕那些老破小成交比较多，因为老破小的总价比较低。那这个因为哪个城市都有刚需房，必须要买房的，他买不起那些大房子、新房子，那他就买老破小，总价低，还能跟人谈价格。至于说这里面哪种因素占主导，这不好说啊。我倒是觉得恐怕是需求的非真实住房需求的因素在里面起了更多的作用。有的为了倒贷款，对吧？一套房子上半年才卖给甲，下半年甲也把卖给乙了，到了年底乙又卖给丙了，你就这么一套房子，一年都成交3回4回的。咱们节目也介绍过，有个中介把一个业主的房子卖掉了，都已经卖给第4家了，钱还没给这个业主，他把这个业主的房子委托在他们中介那儿，他把卖给了 A， 结果 A 没钱， A 又卖给 B 了，
B 卖给 C 了，都已经卖了4手还3手了，原来的房东钱还没拿到。那你要是统计成交，二手房成交已经4回了，就卖来卖去就那么一套房。所以说二手房火热啊，你这个也打个问号。为什么这么说？你看这个全国楼市库存到底有多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高达78142万平方米，再度创下近10年历史峰值，也就是库存在增加。尽管5月底回落至77427万平方米，但仍然比去年年底多了整整2100万平方米。那这个就意味着今年平均每月新增库存超过了420万平方米。如果考虑到新增库存里面还有一半都是非住宅，什么叫非住宅？也就是什么公寓、商铺、写字楼这些东西，本来去化就周期更长，有的城市要几十年才能卖完，所以去库存是不是难上加难？并且同时还有二手房的库存，也就很多房东把房子挂出来卖，越挂越多啊。二手房的挂牌量也是创新高，那不也是库存吗？所以说啊，现在全国1、2手房都处于库存高位状态，但是相应的需求是不是在萎缩？无论是人口，无论是收入，都不支持这个去库存加快，也就是这库存只会越来越多。最近老有媒体还有海外的一些机构高声大摩都在鼓吹人民币资产，说海外资金非常热衷优质的人民币资产。那到底什么叫优质的人民币资产呢？就如果说非这个矬子里面拔将军呢，那哪些资产能称得上叫优质人民币资产？相对而言它会更好。有人就排了个序，人民币资产里面称得上优质的就这么几个，一个是一线城市核心地段优质房产，这个是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的。我以前说很多人他理解不了，我说你如果有1000万现金，那怎么办呢？你总不能把1000万全存银行吧，全存工行，到时候出事了，工行只能给你50万，你要存20个银行也挺麻烦的。所以你不如去买北京、上海核心区的，如果你有购买资格，买这个优质房产，买小户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被迫。当然了，大部分人没有这个烦恼，因为你没有1000万。也就是说，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房产，它属于优质资产。大家记住了，优质资产不代表它不贬值，它也可能贬值，也有可能缩水，但是它缩水比别人慢，它升值比别人快，它有流动性。你真要变现，你还能卖得掉，能把它换成钱，而且它自身能够产生现金流，也就是你核心地段优质房产，你可以出租啊，你还可以回来租金，这租金就是现金流。这是排第1位的一线城市核心地段优质房产。排第2位的呢，世界500家企业中排名靠前的央企国企这个股票，什么意思？也就是你在沪市或者香港，你买中石油、中国银行、中国移动等等他们的股票，这个也是优质资产。为什么叫优质资产？也就是你到时候要卖，你能卖得掉，而且它贬得少，它升值还有空间，它也有分红，这个就是叫所谓的优质资产。排第3位的就是中国的大型民营科技企业股权，比如说腾讯、阿里、拼多多等等。第2个是央企，第3个指的就是民企，优秀的民企。第4个是中国国债，你可以买国债，这是这个咱们叫人民币资产中的叫优质资产。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这4个优质资产只有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优质房产是靠谱的，其他的也不靠谱，还是要小心谨慎啊。在当下称得上优质资产的，它得有几个特征，也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流动性，你要卖马上就能卖掉，你降价就能卖。第2个就是有现金流，能给你带来现金流。第3个也就是你不指望它有升值空间，那至少它别贬值，或者贬值也慢了。这3点符合才能叫优质资产。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叫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难翻身。大家看视频，资本做局插翅难逃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难翻身了？因为资本呢正在用一套组合拳来阻止年轻人的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那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被资本给做局了。
以前的资本啊，把这一招是用在80后、90后身上的。最核心的套路呢，就是让大家呢背上房贷还有车贷。那后来呢，资本就发现啊，这00后根本就不吃这套啊，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买房不买车啊。于是呢，资本又设下新的3重陷阱。很多00后呢，现在已经是深陷其中却不自知的。第一重陷阱就是性自由。性自由的本意是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体的支配权，但是资本的宣传下呢，已经是被误解为推崇丰富多彩的私生活。而年轻人呢，为了追求这种错误的性自由的观念，必然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那这就有点类似于像布热、金斯基啊提出的奶头乐理论，都是精英控制底层老百姓的隐秘手段之一。那第二重陷阱，成功学。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年轻人呢，你跟他说结婚生子，他们第一个反对啊。但是你要是跟他说创业呀，聊怎么发财呀，他们马上就有兴趣了。谈恋爱不如挣钱，撩妹不如暴富，正在成为00后的主流价值观。而资本呢，看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把已经被社会淘汰的成功学重新给包装之后，又砸向了00后。大家不要以为成功学呢就只是听懂掌声，现在网上很多火的视频，比如说宴请少年的自己，还有教你做跨境电商，半年实现财富自由，教你做自媒体，一夜暴富等等，那都是另一种形式的成功学。是资本专门为00后的年轻人设计的。还是那句话啊，如果真的能够一夜暴富，那他们根本就不会透露半个字儿的。那些所谓的成功学的大师，他们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普通人相信他们成功了，并且呢，主动成为了他们韭菜池里头的一颗韭菜。那最后的一重陷阱呢，也是最为恶毒的一种陷阱，就是消费主义陷阱。现在的消费主义陷阱呢，早就已经是过了去你买房买车，让你花48块钱买一个玉米蛋挞的初级阶段了。更加隐秘的消费主义陷阱呢，是先用后付，分期付款，掏空年轻人的钱包。现在网上购物啊，一不小心就开通了先用后付的这种功能，还有连买瓶酱油它都可以分期付款了。表面上呢看起来是方便了消费者啊，实际上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网贷，让年轻人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沾染上了提前消费的习惯。资本呢还通过粉丝经济、谷子经济等全新的消费模式呢，从年轻人的手里源源不断的去收割财富。很多00后呢，以为自己跳出了房贷车贷的陷阱，转身啊，又是一头扎进了资本精心设计的另一个大坑。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残酷真相。但是呢，资本的枷锁呢，并非是牢不可破的。你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射向消费主义陷阱的一颗子弹。你掌握的每一项技能都是打开新世界的一把钥匙。正如《资本论》里头说的那样啊，当锁链成为装饰品的时候，挣脱它的时刻。这个博主说，这个年轻人被资本做局了。他这里面说的很多，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但是啊，他老说资本做局，这个资本到底是一群人还是个别人？是马斯克这样的人，还是扎克伯格，还是什么巴菲特？还是传言中的什么犹太资本，也就是说，这个资本做局，我们大家随口说一说，这有没有想过，这资本做局，资本到底是谁呢？是一群人还是个别人？如果说个别人，我们能理解，就是个别人的意志，他可以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设局。如果是一群人，那这一群人他怎么能，对吧？大家不约而同的都这么去设局，所以说这个就涉嫌搞一个虚无的靶子，搞个框啊，什么都往里装，不行就叫资本，有点类似于一切责任在美帝，就这么个意思啊，一切责任在资本。所以这个说法这个不太科学，但是它里面说的很多是比较有道理的。什么有道理？比如说你每节约1分钱，你每存下1分钱，都是射向消费主义的一颗子弹。在这个时候，在当下坚决不去贷款，不去贷款消费，就是不加杠杆，这些都是当下年轻人要注意的。不要以为买房子买车才会加杠杆，要警惕一切加杠杆的行为，对吧？杠杆在你出其不意的地方，它总会等着你，对吧？一旦杠杆加上了，你这麻烦就来了。不要被人 PUA 什么创业，这个时候忽悠你去创业的都是些什么人？那些身经百战的那些人，在 GDP 10%高速增长的时候他都不创业，他现在忽悠你去创业，那就相当于那个叫投石问路，打草惊蛇。你就是那个石子儿，被人投出去问路的，你就是那个棍子，用来打草惊蛇的。
年轻人越来越难翻身，这个题目实际上就错了。也就是说，年轻人只要没有负债，他不存在什么不翻身的问题，他也没有被压垮，他没有负债，只要没有杠杆，他翻什么身？他本身就是站着的。所谓的翻身，指的是那些中年人背上了房贷，完了有车贷，完了孩子上学，对吧？马上面临着这个被裁员、失业，这些人叫面临着翻身的问题。所以说，年轻人只要坚持不去加杠杆，不去背贷款，量力而行，这至少他是不存在什么翻身不翻身的问题。今天住建部的部长、副部长裘保信，他在记者会上，他回答这个记者的提问，主持人提问说，年轻人是否应该买房？你看，又涉及到年轻人要不要贷款了、加杠杆。那住建部的原来的副部长说啊，他如果你是有强烈的刚需，你就买。他说，而且我相信比5年前现在买房子风险要小得多。他说这个当然了，他说还要分区域，尤其是跟好的学校跑，跟好的医院跑，这是很正常的。他说经济学里面学了这么多外部性，买房子一定要照外部性，要避开负外部性，趋向于正外部性的地方，那就成功了。他说，我觉得副部长他这当众对于年轻人是否该买房，他的回答还比较得体吧，因为他说了，你有强烈的刚需你才买，他有一个前提，你是有强烈的刚需，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这个刚需不强，那你就别买呗。第二个，他说你现在买比5年前买那风险已经小多了，那不代表没有风险，只是说跟5年前比，现在风险已经小多了，未来恐怕还有点风险，也就是他房价还没跌到底。第三个，他说你要买就买什么学校的周边的，还有医院周边的。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大体不差。实际上，现在年轻人买房，你主要是看你的杠杆，看你的抗风险能力。如果你的抗风险能力弱，你就是再刚需你也不要买。那如果你的抗风险能力弱，你勉强买了一套房，结果你就失业，那你就面临着翻身的问题。你本来是不存在翻身的问题，结果你轻易的就把自己给打倒了，自己就跳坑里了。如果你有钱，你买房是消费，那你刚需你就可以买。你100万买的房子，明年跌到80万，你不在乎，你是消费，你喜欢，你为了这一年的开心，你多花了20万，又能怎么样？所以说来说去，买不买房还是根据你的抗风险能力，根据你的杠杆来决定。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